好多人咧過得好攰啊，係因為將定義自己嘅權力咧交咗俾人哋。真正嘅強大嘅人係識得點樣喺內心裏面建築一道牆，保護自己嘅能量。要修煉呢一種高級嘅強大咧，你有3種嘅心態。第一係屏蔽力，呢個世界好嘈好嘈，總係有啲人咧去評價你啊、動搖你啊。但係你要記住，屏蔽力係一個人最高級嘅能力。如果你唔在意，就冇人傷到你啦。過濾冇用嘅噪音，你先可以聽見自己內心嘅聲音。第二係自愈力，人生啊梗係有低谷噶啦。強大嘅人係唔會受傷嘅，而係識得點樣喺破碎入邊重新咁樣去拼翻自己出嚟。跌低咗唔緊要啊，揾翻個安靜嘅角落，慢慢咁樣處理翻你嘅傷口。聽日又係一個全新嘅自己。最後就係專注力啦，唔好盲從，更加唔好同人去攀比。當你足夠專注喺自己嘅方寸之地嘅話咧，外界嘅紛擾咧自然會消失噶啦。所有嘅焦慮咧，其實都係源自於你當下行動嘅逃避嘅啫。強大就係一種安靜嘅孤獨，不隨波逐流，專注於自己嘅增長，你就你自己命運嘅主人。好片記得俾朋友，